大家好，我今日講解嘅係動物寶寶小百科。睇下書嘅後面，動物寶寶的模樣和長大後一樣嗎？動物媽媽們如何保護自己的寶寶呢？動物寶寶小百科現節講戰績與邏輯多種可愛的動物寶寶。讓孩子學習動物寶寶們的相關知識，讓了解動物親子間的互動。今日動物寶寶小百科講解完畢，拜拜。